另外来关心的是，这高雄轻铁昨暗又搁出代志啊！这是发生伫个前镇区一个路口，伊是去互一台游览车甲弄着。这轻铁呢已经连续2天拢出车祸，这嘛是今年第15件。交通大队是表示讲呢，这连续2天的事故拢是驾驶无照这交通号志来驶车，所以呼吁民众弄着轻铁是有刑事责任的，千万唔通讲算笑。昨日暗时6点半左右，高雄前镇的成功二路顶悬，一台游览车技术无注意到正挂的青顶线号也未出来，就直接滑过去，随去弄到轻铁。警方表示，游览车司机是56岁姓张的查甫人。代志发生的时，伊是要正挂去边的停车场，判断是无照号志驶车造成的。司机无食酒嘛无受伤，不过除了爱食罚单以外，因为是弄到轻铁，会按照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轻轨的沿线都有设置一些警告的标志。例如说，民众请勿擅自闯越轻轨的轨道区域，有些地段会禁止左转，这些相关的警示标志都会很清楚的显现出。这已经是今年的第15件。轻铁16才拄发生奥多拜弄车头的代志，连续2天发生事故，跳事原金拢是无照青红灯，也是路口指示驶车。尤其17这件，阁是游览车弄轻铁。有民众讲，摕职业大牌的司机驶车等越拢有标准的定数爱做，乃才无细致。我正经开的公车前后，刚刚看左右方向的前后就2个了，左右各2个，总共4个了啊。所以你根本不太可能会没有去注意到那个东西，那应该就是司机疏忽了。轻轨属于大众捷运系统之范畴，发生交通事故影响通行顺畅甚巨。警方另可依刑法第184条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处。高捷公司强调，轻铁今年发生的15件事故，经过警方的鉴定，拢是汽机车驾驶的违规行为造成。呼吁民众经过轻铁相关路口，一定要守规矩，照起讲行，才袂害人，嘛害着家己。记者郭家祖、顾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